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每逢追不起相逢。书迷朋友，大家好。在上两期的名家名篇当中，我们先后介绍了曹孝金、侯丽君两位前辈都是我们江苏省评弹团的著名弹词表演艺术家。那么在今天第16期名家名篇当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上海评弹团著名弹词演员华世廷先生。那一代的评弹表演艺术家当中，上一次你已经识得了像张建定、张建国弟兄上档，特子杨振勇、杨振义弟兄上档，以及89岁年纪大的邵厚昌、邵三军弟兄，侪是以评弹界十分出色的优秀艺术家。那么，其实熟悉评弹艺术的书迷朋友侪晓得，让上海评弹界当中唯一一对弟兄上档，让当年也是享誉世代。里头就是何世廷、何白廷。那我知道他们两位都是弹词前辈徐云志的高足，是廷字辈这个当中是非常出色的两位哈。对，我知道也是三校的传人。那听说弟弟华佩廷呢早已经过世了，后来呢就留下了哥哥华世廷。是的，当年呢华上档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可惜华岁呢华白廷则已过世。那么哥哥呢上岁华世廷再也没把拼得过像华白廷这样的黄金搭档。但是华世廷虽上里的书台生涯数十年，扎实的追求理想化的评弹事业，传承和三岁这部优秀的上片台词，留给了广大评弹书迷深深的印象。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华世廷先生弹唱的《三笑追邹显回》。你们客气的，哪了？你们刻苦锻炼，事若成才。我这个唱政治套朋友，不挨得给来唱三笑再追嘛，搿才叫硬牙吃嘞。我们来听听我吃吃呀。三个本来唱光头的，你们往唱时啊唱，电视台唱出来哈，而且唱的辰光还关照了听看，我唱不唱，非要告诉我是的啊，我才晓得个呀。电视放出来来看见个，现在新说话呀，也是一块老不得个是。我看见是你唱不唱，你这两三后交给花了上去的，根本没得通没出来的。通常通不出个是那个我自家做不动去个。搿片子包进去嘛，我再摆出来。我心里发病了，发病了嘛呢？发福呀，发福。哎，我要报复，哪报复？你要唱我三嘛，我唱来真知他。你唱真知他，我走来下水。对比不啊？哎，我分到里的，对比我用不着打里的多个嘞。你比我飞得起呀，里的15来什么飞不得？哎呦，来飞碰东西啊！你要唱来唱来对。眼睛通里头就是让我平衡一下。李唱三三里向后口，奴唱真知他的金娘。儿啊，耶！怎么我找太太的便宜的？看你不出谁之下。因此我心儿出门想，我是3月离家乡，几番相迎啊，6月到襄阳，天涯海四处人飘然。有功的送的女儿的风凉，听得旁人两两岁岁的都让学问，只有我啊，在那美样的让女强亮，不能控制性命上。我今朝到底是稍微开部说，三三，那么你来唱真知他？哎呀，喏，这个我退役激动了，忘记他的。这么你反而忘记我回州来呢？那，这你等追下去喂，我当8号的头的。这么我来带一带喂。哎呀，哎，怎么来呢？收家。哎，你呀唱下去。我这话。一些时候让你马上打8号，我110公口拿得稳。我现在所谓呀，实际上经理要抓得紧的呀是了。
我们来客啊！主家长寿什么？点我进来，哎，那么我弄哈，而且侬中气重，我还能有气势。三哥，那是。今朝我唱不来听，唱法都是的。哦，不知四句，啊，现在一辆，因为一次性处理他那个第一后。继续处理唱上来。一个周人的家，你当然不能让。哎，就听好的。他飞的了，天亮飞，小将不肯走来呀。我为房门开，为什么他不肯开门呐？让要气的。哦，小将你开了房门了，不容易的大地呀，我了水里看哎，是的让啊！那么今朝起自己是为主来，这个让他是个伟大。哦对，真呀？你要对呀。哦，而且不是硬头额头，啥个叫额头？没灯。哦，台灯真的蛮好你啊，和三个大和四个两边五个手里，笼里向五花头丝面那边忙我走来。台灯杯杯飘香，当然再香味。哎，这个狼太着不定，一去不远，对着他这个姑娘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好不行不？神一年那哈呢？应当要回来啊，要早些回来。这地主，等我商量。在哪里处理？哦，我请我走来，我要早些。可么是我走来，谁要早些？你三个走来，一定要早些。真的你走来，我可为要早些。我说干不起的。哎，小亮，据说华世亭先生在上海评弹团，由于和众多的名家合作对自己的艺术呢就具有一定的帮助了。加上他自己又是名师点拨和刻苦钻研，所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受大家的喜爱。对，那么华世亭先生非但实属有一定的艺术品味，而且你还可专业和平台的创作。其中呢，你参与过短篇台词、初进初出，特指长篇台词、周地之花、梨花传的创作。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名家名篇当中，我们还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回短篇弹词《巧舌挽狂澜》。那么这是一回什么样的书呢？这个是三三当中的故事，但是呢是长篇三三当中是500个一回书的。这个呢还是华世亭辣结合长篇三三的演出过程当中，突然萌发出这样一个创作的思路。故事呢主要讲是唐伯虎点吹响以后为他所追，后来就把了襄阳华太师发现着，所以训出自家的儿媳妇。那么华太师的儿媳妇呢，也就是唐伯虎的表姐。伊当时为他帮助唐英的，但是辣阿公的门前徐入立为狂来，这个一回书呢，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好，那么下面大家就可以欣赏到与华世亭先生他是江门来老师合作的一回，也可以讲是三三当中的新节目《切日为狂来》。切日为狂来，刚刚精神把我那讲说明是。这是华世亭讲来，这个是19岁的路店，大太白，我问我为师，那罗大个人，我是三三当中没个，再用整理出来。谁是昨日唐伯虎点中吹响梨呀，大智慧做手足。今朝一个老清早，华山的老夫妻两家头，谁是同当对周登县夫妻的小恩。等等不到，忙忙不来，十上三顾，心往里一口不喷喷叫一起，
身躯镂空，而且分量离世，说明我不是别人，只是苏州党把位置推下来，现在大致推向分。姥姥回到房听我疑心无开出来，党把好是那表兄，阿哥了给他带过不义，别人不晓得，没别晓得。你应该早点来告诉我不操之于上当。你不分明兄妹臭痛，捉弄老夫，你该当红飞。你娘娘笑笑语，说阿公啊，你认得你表兄官，马进的辰光你试过三人。那么再讲你进了女中人女本人，我一不是中二不是本来中本人夫妻谁个是让我中安人，真正岂有此理！好哟，3个月一活得来了1-3万。对关于中本门上人王进，黑进来一门，原来没人说人。像我也要上当，我讲路肯定也要上当。反过来讲，阿讲不上当，我也不会上当，上个例外当，那么相对的。所以上半夜分证明做知识，到龙庭明示抽象，是在违反当人。我当里都大客人，即听相见，我能做知识。俺不来，当然不来，你惊慌日哦，做知识牙齿狗子稍微答我，小郎就以帮你出去，消息人不知忙趁容易在屋居中里一走，气！那他是没别嚯，没为我推想。往推向是推向了跟着，哎呀，我再到手机掏出那个推向，最好很多。等的我不懂，不样说呢，再到下头的就杀我。我不到手机两多事情啊，不对，我不到手机不容不里多。生命狼性，我不叫红色，我只要讲不一样，我只要到油门上高都不个。立身处于你的谁道？到诗人当中，在屋里个上是叫立身，抽通一起刮皮子屋里打走。哎呀，试试看，根本没好。春夏是行呀，不到未必吩咐中国，马上他兵同融入唱出来，来，准备不得不朝压向大叫。几副汉大正死4个家将不可同日。现在我王进收了手里将军让大刀收住，举死了，对他们说了相亲。真是呀，真的，忙是忙的，相府里拿过来飞丝走来，准备好一切，立刻动身。不比个你娘娘也有这个来，不年轻时俺金光花了得个。阿哥当不好，不该说的呀。不就不与世，对这个那个，你说呢？3日以来，太官里下门内，故宫相爱，放个无人之看，门生勾群我的一起话。内气加上了父代同人背正背帮的故宫相好，而现在干着凶啊，立身处于这个处通一起，分是当不好的人。我有份证明做知识，一旦请了海呢，都是人跟个呀。到堂面上，父母讲嘎嘎，拉拉叫一顿被子，水尽鸡来。别兄出事体，你的娘胎为止。这个男人你这里欢喜的呀。娘语地上，哎呀，要也看不出来，老夫妻一人。哎呀，人命也3点，人家要为着几高了呀？我还不帮忙，那还帮也帮别的，不许你去干副队了，不来怪。
我来了听电话，格来们呢？谁领你娘娘谁称？不为知什么要留为光嘞？我是讲的，我掉不起的，那葡萄他讲，哎，那你讲的越深越理智，不用让的，葡萄他也吹响了，我这个娘来吹响。一个秋天干个葡萄糖，让公我掉自家的葡萄糖水里去收，嘿嘿。啊，大夫，公公他大动改革，奔赴收据嘛，收为好嘞。你分听清爽。哎哦，刚刚我儿子喊出来，结果没出去，怪他是心惊。分仔细听进去，而已在4万狗手一来他为爱比吹响，再这么家训之辈4万带来。哥哥，是谁呢？是一呀。你是一呀？还去干副队长干，是同事提高啊？是风就干说啊。只怕黑为夫君，黑为夫君，黑为有一阵夫君来来不及。给老相公妈妈呢，俺考虑大家啊，哼，姥一听，这么是讲不走，开口叫了，八走，嘿，哈得我非要收去。给我们比不上啊，为我相归去。叫你讲，你讲不出来，你到底1张2张一条手2言在。我虚张声是一号嘛，谁来接应我？对不起啊，现在我不来接你的。我是告诉你兄弟过来，我们真的不讨他讲，不得你讲。告诉讲你不信了。真是黑为风君，我也这个不节约，说是黑为风君呐，不讲话公，不，该说不让他听，让他来走过来，努力当中州的把中州，我只好旁听，错里没错呀，我也会当我。那么对了，他妈妈们讲，而已在此话怎讲？对，西门隔壁。怒吼之声。中规正矩，马上我当把我点的来。我太太，这样你说，跟人类阿龙先生，康熙嘛，单家谁是大爷？那你史称大爷嘛，你打起我爹来，做些不是你，这弄错子，康熙领域继任这个事体太一个。战鼓里对乐器
以后呀，这是海外，你也可当不好。高当不给手机地面上名气讲得过来了。那么名气下男女的又高，这些这个康熙都一定还不得呢。你说名气过来了，这么桩往事体对呢？那么呢，大概到马上离开，配上吹下，又最干什么留个名字唐寅。公我爹嘛还买他自己来中去寻那个唐寅，红来不把得了做上了。弄出不西来个，富得有名呀，不得有个呀。我老帮要领在领进，收罪人别批干，收罪人之凶干，尤其是读书人理解干。是啊，想要嘛，这个是皇帝的帮手。那么那三座太妃里下嘛，还应该微不足意。说这个想要干干的呀，780万名上走了，谁出来个读书人呢？想要呀，吃做饭呀。我这让我年纪光空啊！这个小孩，啥个要么受罪哦呀？阿姨，啥子？好个的想别从我推得来给。这个我当好当讲。你跟我们俩讲，受罪人俩讲。我也听没了我讲。是我唯一送听人，江里下。我过去整个一说人，我们家批得那个农的大夫人，气头皮也气得死多呀，气飞很威风就。哎呀，对了，相公妈妈，这是康熙马名家，你张国里大去寻着上不好，可是弄出我不起来，弄出人都是有为无用啊。马明定体一个，各种立身负责7个，真正这个是，我要把人家批得一笼里大不是？不过对了，他妈妈，你心为我你好听啊，你们一个几十，8个，1个人谋夫一得受罪呀，不得受罪嘛，更不提了，弄错哪位弄错了？新王分两地势，一水平头时，党的东家谁不清，带上出一个党，银光飞推出有灵，分天亮动身一个音，去江花舞张翠色，我吹响看到大火一个曲，撩出相思三小音，撩出相思之一撩，当音去了，我弄错的呀，不瞒。门也不理应过，对了，他妈妈门啊也门关。现在啊，他是狗日大人嘛，真的。你不要啊！你他是有狗日大人，只怕去下凶斗结束。刚好有外部就现在凶斗结束，终身就此话真相。他到你哪不想了个？这是真正的别兄大人啊！那么李为子吹下三线旅行，行女中之有人一片真心。吹下你对于现在嘛还有意思的呀？现在嘛天中人有为主沟生，这对夫妻起火焰的。把那你个公阿爹金光八大盖副台上，人高出光上八后吃故事。那么吹下别想看，嘿，我这说还想。不行嘛，你家没啥个。我写词嘛，一帮人家帮写话，有人么吃故事，我们整个3块胡水了，害人不浅。你看那，来东江嘛，他那水，那么那洗水也身上糖不好嘛，但是说这些当饭当头呢，可做现在当地通过代铺嘛，可以和平交的。他现在不要打个奴隶们要当个明白的，吴太太。那么你想想看呀，吹响也想个呀，哈，
还是现在我回到龙井再去做屋头啊，把这每次都习惯，失去了好像乡里头首相做高女夫人在，还有点福气了。那人家采光嘛，回出来做块豆腐干，啥个豆腐干？回头了。哎呀，难听呀哈！那么你是吹香脾气干来的呀？啊，跟个嘞，心口细，手就来不及，手了还习惯，后里人不改个是啦。还有不要不大高困难嘛，忙在后里，好容易抽，等他连起来嘛，气量不个多。不太太，我是吹香胸都结上了亲了海，来个当初吹香家御师傅哎呀，讲我呀！是真的当自己啊！哎呀呀呀！我身哪里发懒子我？万红亭，切金花，对魂一花水冰凉，人美伶俐，神杀。三个科技吹响，西巴里天个面孔困了被人让了带进来。你在我身边啊，10多年，你个脾气我有点失望的。三是小妹香，手来心荡漾，几岁小，云眉大红阳，一丝不你配我哇！对了，就是妈妈拿讲了啊，不是当保护，后会无穷，是当保护，必师傅你与师傅生，那讲我哪能办啊？来老人一听，听你这样一讲，嘿，当局在路，当官则听，吹响一起，要弄出人命来。对了，他妈妈，你要吹响这个大理商量，你要问我，我还不知道。二姨这样，谁知道你可以量力之计。困得困不以上的呀，来这是个发家副队长，说是量力之计嘛。这个啊，哪个？鱼个呀，不肯搞，这个那个那嘎子，啊，对葡萄他口口，高是也哪有那个，就是那阿公没那个，宝宝，是个牛嘞，是个蛮难个家，好，讲呢一发，不讲一发，不讲了，那个吹响不是讲的呀，还能哭啥？怎么讲伊？那渔人也光我的牙说起来呢，一个让方便兄当不好啊，我很傻阿妹，是你帮少年来玩，二姨子，我心里我刚才不来听听，今朝少年们跟人吹响，偶一回出来就是我亲家，少年还跟我吹响，心里就是我的有高，爱憎分明，你讲。雨刷，谁我？我看那个药，非要鼓励不应该是你刷，是你帮，那你帮，我就是让你帮，你好少帮你帮，你帮。别讲了你忙呀，阿李姐，葡萄他变成个报告，渔人产业你弄了哈，我个帮些分工差去，你师傅们家葡萄他们一样干，葡萄他们我师傅还吃当的呀，宝宝，以什么？女妓嘛，别客气，副队我们别气。大官中，西在府，西在盖后，比名人，啥不与亲人。龙青上。康熙的导演，到底2个人不会是，一个人驾驶是领域集成，怎么呢？别兄不会放你哥们的，你2个人共同对敌，那么康熙也做得来的呀。龙来
康熙那个崔相上帮饭，那饭一个不是两个人呢。康熙故事大银杯，那么呢，你做种事体嘛，还非要面子嘞，你要用不着鼓励的。我李先生送到的，侬我不要三位走，清淡淡货，该子公啊在个面，努力拿了就一本训斥，让你无地自容。公啊爹，去嘛吃个菜，面子嘛早走菜，根本不客气做啊。当然，他未必去想，在这里，崔相为我到处弄的，来这种呼吸的。马上发明年相互举亲，我北海巴掌都生夸人，崔相巴掌一来送在手，就上来误会，明媒正娶，来饲养一把好女。那么，但是我靠崔相为但是弄的是不可怕。虽然你水里放了不放的是你做主这样，上水头可是不太太，是你两酒之计，有的道理，不放那弄的。哎呀，定心吧！一不太太来得病，得病还都来得及了，一场场子盖在腹袋上，阿来留下来一个礼业收在我们里。那么呢，这公民进进来，弄得你交头来啊，身亡名裂，吃官司。崔相在给人搞反官司，咦，那东江省举行嘛，是啦，西里的兵，那大帮始终是40几个，不少口水，通天打理呀。那么回大概到龙庭嘛，行云悠悠，佛是来东江。两位之举啊，来自家去想，我这个里讲，还是地方忙里为，还是外乡不里吹，来自家去想吧。啊，我们那比你的还在，还是披萨，还是你的啊，比克，你的，对来来忙忙，不是披萨，来来好了，一听，一听不看，理哪里，哎。脾气嘛，去阿公嘛不讲，讲得对是的。先得堂讲，与百里而负一里，不是砒霜。人家那口呀，这可是面孔呢，应州都用了火开来，就不是天，不是天啊，都上天到来的。哎呀，这个良心，都对来是啥？把牙膏出来，分嘴了外头听比较，听到现在牙把手嘴非常油门，吃不了口水，当杀手过的。这你说的这么点了，刚要来这个话，他进来要进去。那到妹妹要上的，你这样一下的，你下的，就是到妹妹上的，哎，这么点，切，多了个字，早天三斤啊，表面上你下头哦，出来进来好事。不能你这么开心进来的，将来有两三我门门的哦。什么话？那跑到当初不讲啥话，你听听老百姓啊。那要比比是你吧？你当着是你当。你帮过再听。当个一起的da，不能去啊！这样一好像，哎呀，那个就干啥事路够啊？不能去，你屋里不是工地少啊？来弄不动。本来我想上油门，听是听话，我在堂家里是没当。现在你这还堂家里不能去被披上，此话怎讲？到这里了，不行，真的，这第二个堂把公，蒋郎公底细嘛，为得说去被准备的呀，那当然是呀。来，你去当家里人不为算，是嘛？只他是当后之啊，为分明作谁？就他来做了，我还是。走来走进去嘛，嘎啦一水分来起牙头。不当然用噻，当然红卡噻。红卡子那老大啊，不当然来他是当然要讲提示啊。是你上提示你要民法50起的。起不得，不能笑。你娘想，哎呦这个人很容易，你要气，不许气啊！两个到底现在拎得清啊。大把是有准备的呀，来不能不里东西啊，东西啊里是要不气。还在哪里走？哎，哈里，许得
手起，我问大姐，你记怎么记呀？你娘娘哪位人都干部破得这个，该治要害，该治你王大治，我要正法治。龙虾是个大老虎呀！牛来讲话是这个，现在我别治了，别来地方嘛难死你。不是这个。来我呀，谁有今天懂的？这人有这里牛王大治，我总归听那个，那么跟我不少来玩。对的，我呢也是觉得，气那不能气啦，气得了一个背也气的呀。哎，大老虎不样不会红的一等呀。个来讲现这是不得故人。张天已经亲眼入呀。那夫妻相说哪里？对的，哪一个相说？相说的吹香，也从家里一件吹相说的。哦，我说那么相说不为龙的，没当然要拼。是哇，这个为是别急急了，为一头说，哪一个大说？其实就也从家里一些建议，都说的本来建议搞的。都说当我文辈，阿家变过长辈了。那都说门的不他娘，你个私奔耍人干！等，两人不忘中你的西北飞飞身呐！错啥子心经的呀？因为23分。娘娘在我上几硬棒来边兄，谁为男人谁人？来听听看，今在两高头，还有句在那个当中，为啥么？我深夜奉养母亲的。一个别兄干子都一枪的，两高头了了开枪呀！你娘娘想带着他们，心不是真带着俺你的一些，你还谁干？已经看清那只狼面孔了，那个三个泥头头不顶不是两松啊！带这个呀，大家气个吧，美不罢了，嘿嘿，这帮那是个让他那个独裁哟！你个背了要么对付人呐！那来里我来收人子，求你不我说讲，因中上，我怕你们两个存在，为吾被人奚落，遭人耻笑，虽亏无罪，都是你们两个好的。这是你多大？你别往多的，瞎多的。你都知道叫不说，你们是会洗澡，那养的你都会。洗澡养你的，我分不还这养个鬼哇！那吃品哪不刮胡子？你要吃吃品嘛，你也在这女人的呀。不应该是医生没医院，你按做的你不能在当队长没还得。那样子我一个都知道，我要理一理哈。是我也不在女人的。都说来的女人已经来找出来。是吧？那是近亲结婚。很相对。恰是为王来的自己说。听说华世亭先生不仅艺术上令人崇拜哈，而且为人也十分的厚道，十分让人感到是评弹界的一位慈祥的前辈。的确，这个你不仅仅艺术性专，而且艺德高尚。可惜呢，华世亭先生已经于2005年离开了时代，离开了广大的平台书迷，被大家誉为是德艺伤心的代世名家。好，观众朋友，这一期的名家名篇呢就到这里了。下周同样时间，第17期节目，我们将请您欣赏的是评话名家张国良专辑。好，下周我们再见。观众朋友，再会。